堤防道路。哦，灯光一排，一种排放的。啊，东西向快速道路，从左边的玉井要到右边的南昆生，南昆生啊。哦，正前方，大丰南天宫大坡那边，正前方那个黄的，一排的黄色的灯，东西向快速道路的。灯比较多就是交流道那边了，所以这边看过去灯比较多就是学甲那边，学甲那边的交流道那边，它就是要往南昆生那边去的。南昆生这边东边看过去，中山高速公路。地头港大桥、南头港大桥，那宋江馆在河床里面。地头港的庙，郡天宫。